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对罗西亚来的芭蕾舞团本地暗时要演出，却因为今日逼出4个团员去染到武汉肺炎，头一场的演出也先要来暂停。走入去中华便道市中10港县区的查甫人，近日去互找到啊，也因为身体伤过虚，目前送病院治疗。高雄有电动脚踏车伫咧充电所发生爆炸导火意外，详细原因搁要追查。对罗西亚来的芭蕾舞团本地暗时要演出，却因为今仔日逼出4个团员去染到武汉肺炎。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目前第2届采检阴性团员拢爱进行第3摆采检。指挥官陈时中也讲，只要有人搁再确诊，就要取消全部演出。主办单位也宣布讲，今仔日暗时演出也先要来取消。雨一直落，台北国家戏剧院外口冷冷清清。原本暗时要演出的莫斯科芭蕾舞团，团员有4个人确诊新冠肺炎。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其他第2摆采检呈现阴性的人员必须进行第3摆采检。若是有人确诊，就取消所有演出。那应该是那问题应该是几乎是没有。但是如果万一里面有验出来是还有阳性的话。好，那么再讲是说，我们就要请他们停止演出。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是俄罗斯3大舞团之一，原本要伫16到27伫国家戏剧院，也有高雄维本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巡演12场。成员14号结束隔离了后，进行第2摆采检，第一时间发现4个人阳性，马上送病院。其他团员是伫15到国家戏剧院伫彩排室进行分流彩排，一直到16公布第2摆采检报告，证实有4个人确诊。主办单位联合所为文创强调，为了保障观众权益，决定取消暗时的首演，并且延期。另外，该烦恼讲舞团局部进行长更、行为排练，是不是有防疫的破坑？14天隔离之后，采检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分流，然后3个人一个电梯。戴口罩，然后去采检，采检回来以后也都是有一个安全的动线在防护，没有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没有跟一般的民众接触。然后他们进到国家戏剧院里面是采取独立的通道，跟工作人员是分隔开来的，所以理论上来讲，他们都是没有跟一般人接触。不过台北市府坦白讲，中央决定上班了。中央认为说可能没有风险，那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提出一种保证吧，就是你保证没有问题，我们当然也都配合。但是显然没有办法，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黄珊珊表示，中央已确定是安全的，愿意开放给舞团继续演出，台北市的配合。连媒体讲到，团出有无确诊的团员已经有人设计，伫社群软体来拍卡。黄珊珊表示，伊已经解除列管，进入自主健康管理阶段，必须爱专程挂水安。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有违法情形，卫生局一定会依法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在今仔日国内增加7件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包括着罗西亚芭蕾舞团的4位团员在内，拢总有6个人是无症状感染者。另外，要有6成印尼移工入境台湾的时阵，拢有摕体检阴性的报告；到台湾的时阵，搁再检的时阵，却拢验出病毒啊。指挥中心也讲，因为最近印尼疫情长得严重，暂停印尼移工入境的措施，会搁再延长时间。国内新冠肺炎，搁增加7个境外移植病例，其中6人是无症状感染者。第744例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移工，入境前3天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一境到即嘛无症状，检疫期满前采检才确诊。第749例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移工，今年11月29来台工作，也是有阴性报告，入境到即嘛无症状，检疫期满自费采检确诊。第750例是本国籍40多岁男性，今年3月去美国探亲，11月初8倒来居家检疫期间出现症状，检验了后才确诊。第745、746、747加748例是俄罗斯籍莫斯科芭蕾舞团的舞者，2男2女，伫20岁到60岁之间，今年11月29来台湾演出。4人入境到即嘛无症状，11月14检疫期满后，由主办单位自费采检才确诊。由于个案都没有症状，目前检疫地点均为1人1室，未与他人接触，故无需匡列接触者。
另外，印尼籍移工来台禁令要第17礼拜4到期，但市长表示，印尼当地疫情真严重，最近1礼拜一天增加病例数6000例，而且为10月到即马为印尼境外移入的确诊病例数有132人，其中76人有阴性报告，检验报告欠缺公信力。印尼目前也无提供认证的检验机构，为确保台湾边境防疫量能甲社会安全，所以会继续暂停引进印尼籍的移工。那这个报告有跟没有都已经差不多了，好，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想说那个认证哈，对于检验报告的认证，除非有进一步的进展，那否则我们就会继续暂缓。但市长强调，印尼的阴性报告愈来愈未准，台湾承担不起这风险。除非检验报告有进展，若无就会继续暂缓引进。另外，新冠肺炎疫苗优先做的对象，但市长表示，包含机构内甲教学内照顾者，无分国籍，拢会列入第一波的名单，数量也阁爱算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北部地区最近拢一直咧落雨，昨伫新北市的瑞丰就发生崩山意外，这寡土石仔就去击中2间人家厝，好佳在是无人受伤。另外，伫宜兰的台七顶线也发生山边崩塌，就一粒大石仔连落来，连伫咧车路中，经过抢修了后，已经恢复双向通车。听到轰隆真大声的声音了后，大量的土石就安尼下落来，干壁崩落来，实在是真恐怖。附近徛过厝顶是讲甲密密麻麻，佮真大坑，汽车挡风玻璃拢逼甲敢若蜘蛛网。73岁婚姻人因此受伤，家在有紧走出来。听到迄后壁咚啊，就咚啊，再个崩山较紧的。石头一直累，我就讲，我讲来到这条，我一定讲死无人知影。事实上是还好，我就很勇敢，就说我要下去，赶快要跑下去。想到事发经过，婚姻人手搁皮喘，伊讲当时等去厝的收衫，听到轰隆隆的声音，以为直升机飞过，一个看知影讲是土石崩落来。这个意外是发生在新北市的瑞丰皮头路遮，连日大雨，山区四周围土石拢松动。昨个下晡5点外，土石崩落来，造成2间徛家甲汽车拢地歹去，现场管制出入进行清运，受灾民众也暂时撤离去亲情因兜住。豪雨跟地震是主因。只是它发生的时机呢，它不一定是在最大降雨的时候。瑞丰区公所讲，大路的土石16就使清理完，不过徛伫边坡的石头也需要1天的时间。而相反是大雨造成的，也有台七顶线道路往福山石门园方向16早起发生边坡崩落来，大路有真侪路石阻碍交通，警方伫现场放路障，为封锁线来警示。台七丁线5.5公里处有落石坍方，发现有一个巨大的落石掉落在道路上。那目前路权机关市区工程处的工程人员已经在现场抢修。经过2点外钟抢修，已经恢复双向通车。而最近东北季风一直来，加方面的北台湾一直落大雨。气象局资料显示，18、拜5北部天气稍较好，不过线来19、拜6东北季风增强，全台又阁是湿寒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一位姓区的查甫人，伊11月初6的时阵，撞入去中华便道，管制人员查无落来，甚至阁跳落去山坎，就安尼失踪40天。这段时间，搜救人员也一直咧甲伊找，最后12月15去互一位上山的民众甲伊找到。这位姓区的查某人，互找到的时阵，身体是真虚弱，警消人员也赶紧甲伊送病院急救。你没有受伤啊？在县阳民众的带领之下，警消人员去国关山区一个废弃电厂的暗坑，发现已经失踪40天社区的男性，就倒伫涂骹，为着莫去赶到，伊伫涂骹铺塑胶布，分数顶嘛加塑胶布。昨天晚上10点多，接获一位阳性民众来派出所报案，说在台8线1.3K 的对面台电废弃的工厂后山的山洞，发现有一个民众躲在那边睡觉。吓一跳啊！我说怎么？我不是去找他，我是去打猎，因为我一年会打一次猎，年底，差不多年底。当下看到的时候，真的把我吓死。经过40天的时间，姓区的男性总算是找到啊。不过因为拢无食物件，伊已经320公斤。伊讲这段时间敢若靠啉溪仔水，搜救人员先提矿泉水，还有饼互伊止腰。你先慢慢吃，休息一下。你先坐着，应该就是他了嘛。他都没有吃任何什么东西，他只有喝水，对，比较虚弱，有虚脱的现象。
这个社区的男性送病院了后，恢复情形袂歹，已经会当正常食物件。目前还搁伫病院观察当中。不过医生认为讲，一般的人无可能干那靠食水就会当冻40天。我们身体还是需要很多的元素来维持我们的生命真相这样。可是单纯如果只有水分，那你没有一些适度的电解质补充，甚至一些营养素的话，其实40天也没有办法维生。警方表示，社区的男性11月初6骑乌多摆入去中型便道了后就失踪。这个期间，警消的搜救行动拢有持续进行。虽然家属要去台中地检署，告警方涉嫌失职，不过因认为讲救人是第一要紧，尊重家属的做法。即马人找到啊，家属除了感谢警消的协助，嘛会撤销告诉，另外嘛按约定，互到找到人赡养的民众50万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AIT 处长李英加一群人今仔日去拜访台中市政府，市长卢秀燕就当面讲。台湾过去规定是所有猪肉，无论是生产、制造或者是进口，拢袂当使用300种。台中市3年进前就相关的法律啦，民众也反对放任300种猪肉进口。那也因此呢，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议会我们台中市议会，还有我们台中的市民，那这个很明确的表达他们不希望我们改变法律不希望我们解禁。有关于就是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或瘦肉精的猪肉进口，或者是在台湾生产那所以这是我们地方上的这段时间那民意所展现的一个态度。AIT 的发言人用声明表示，美国销到台湾甚至世界各地食品拢是安全的，也认为讲做一个政治人物伫台湾乱讲无正确的消息，引起众人无必要惊吓，拢是无意义的。呼吁各界就要用科学做证据来了解这项问题。那第二个被大使呢？讲到台北市民论社会主体的租金，因为伤过悬，所引起众人议论。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日态度也落冷，表示愿意讲甲租金重新来算过，不过爱3年后契约到期，才会当照新的计算方式去走。另外，总统蔡英文也伫 Facebook 顶头表示讲，中央政府刷落来会起12万户的社会主体，若准愿意协助的人比出一支的找人搁较济，社会主体的居住问题就当豆豆改善啦。台北市民论社会主体起用这支租金伤过悬，市长郭文德16出席社会主体登记医护管理精进模式检讨会，态度有较落冷。都发局承认租金算唔对去，郭文德强调讲会重新计算租金。不过，伊阁讲市府唔是起厝要互上善家的人住，引起批评。在社会住宅，租金非常便宜，可是我们可以挪去做其他建设就少掉，所以这也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嘛。民论社会主体的租金为1房型到3房型的介绍，若是无补贴，厝税就要12900，到受到争议的40500。若补贴较上进步，1房型的租金要8900，3房型的租金嘛是要36000。郭文德虽然答应要重新计算租金，不过讲就要等换合约了后。在换约的时候会在公布说，我们新的租金是这样，但是你说已经租出去了，他突然要去修改租金，在法律上是不对的。总统蔡英文顶一日透过人民册回应社会主体的议题，讲社会主体是伊上届坚持重要的政策之一。中央会起12万户的社会主体，只要愿意参与的人较济，就会当持续改善居住的问题。这个讲法，郭文德听了是无啥欢喜。批评中央的政策有1/5，也就是24000户的社会主体，要靠台北市来到完成。明年更要一口气再新建15000户。那目前土地也准备好了，财源也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速度其实是越来越快的，并且也不会停下脚步。民进党发言人转达蔡总统的话，强调讲起社会主体，爱中央甲地方做伙合作，无需要一句来一句去，才会当互少年人有机会实现居住正义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2020全球竞争力报告，讲到台湾的金融体系、医疗加对抗病毒的经验，拢受到正人肯定。而且中经院今仔日公布明年台湾经济情势总展望研究，认为台湾有甲防疫的问题甲疫情控制好调，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有机会会当来到4.24%。中央研究院有估台湾因为防疫良好，经济复苏力量会增强。有测2020经济成长率会达到2.71%，2021有估会有4.24%成长率。
中研院分析，国内经济在今年第3季甲第4季已经开始复苏，对外贸易也开始回稳。即阵随着国际新冠疫苗陆续上市，回稳的态势更加明确。今年不管怎么样，前半年是相当差的哈，那所以全年的基期是比较低，所以明年一定会超乎我们原来很多人的这个预测的数字。不过，中研院也讲，经济成长依然有3大不确定因素，包含疫苗发展有成功，不过注射时程也未确定。另外，中美继续对立，台湾依然有地缘政治风险。而即阵台湾正处在股价、厝价甲汇率3大飙升的金融市场，有起形复苏的情形。电子业甲传统产业差距较大，呈现两款的情形。而根据上新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讲到台湾有防疫、金融也有应对变动优势，也建议全球在疫情过了后，产业爱转型。你要做一个转型，让你整备你的环境。好，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就会发现说，需要的能力就是包括数位的能力，这样的人才，其实你要看你是要去重新训练人才呢，还是要再去做一些，就尽量做一些职训啦。学者分析，由疫情时代产业形态改变，高科技上有帮助，加上厝价起带动租金起。有个贫富差距会继续较大，少年族群也是收入较低，传统产业第一线员工会受到袂少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今仔日半暝3点多，高雄有一间人家住，好亲像伫甲电动脚踏车充电，所发生爆炸导火意外。若烧到隔壁2户，厝主也烧到规身躯，有面积40%以上的烧烫伤。导火原因敢是电线，也是电池咧？恐惊过来调查。暗暝导火，街头行火光亮亮，就算消防人员有水线，火也是挡袂牢。2户面体烧了了，导火点伫高雄高山区这间面体，木材材料开多，也增加救灾难度。黄姓厝主倒出来，有关是心惊惊。是安那会起火啊？都唔真啊！伊咧充电倒起来，讲安尼啊，阮起来的时候，都拢火都严嘛。现场起火，建筑物是一个2楼，两户，分别是17户跟19户。直到透早3点外，面体火灾造成姓黄的厝主全身20%，二度烧烫伤，送医了后状况稳定。根据厝主表示，门口停的电动脚踏车，迄个时阵才来充电，熊爆炸。伫现场，门口停的电动脚踏车烧甲是阴香香。电动脚踏车的业者提醒，若是充电伤过久，就可能互机器过热引起危险。还是没有充饱，继续再充会产生，你充越久会产生热能越高啊，热量越高就会产生危险。电池里面呢，如果正极跟负极，它因为某种原因突然短路了，短路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因为很大的时候就会产生热。业者表示，锂电池报告2年上好，每4年都要换，而且充电的时阵也用合规较粗的延长线。学者解说，锂电池内底用电解液是有机液体，达到某一个热点就会烧起来。电池内部或者是控制电池充电机制出问题，导爆炸、导火危险。记者综合报道。照目前的法规来行，要开货运公司条件是真严格，就一寡司机因着规矩去挖货运行替因送货，根本有真侪司机就无货车的驾照。运行会也发现讲，货运业当年有200件交通的死亡事故，是客运业的2倍。建议公路总局就爱甲司机甲货车分开管理，才会当解决问题。这只超速白色的货车。袂赴打洞啊，直接弄着路边的轿车，边仔3个当伫咧变扫的环保职工不幸互伊弄死。根据运安会调查，这个发生伫咧去年8月底的意外，弄着人的驾驶竟然无营业小货车的驾照，也若家己请的货运业者嘛唔知影，显示目前货车扣车行的制度之下，管理上有真大的问题。靠行的管理呢是从车或从业主，他不是从驾驶，所以驾驶他以前的安全记录你无从考核。按目前的规定，经营汽车货运业爱甲交通部申请核准，半年来成立公司或者是商行，资本额2500万以上，所以货运业大部分是靠车行，也若违规的罚单甲记点，嘛是对车行车牌行。货运的驾驶若是转图，头家就要特别向监理单位调资料，才会当查核。
运安会建议，在靠车行的制度之下，应该搁建立货运驾驶人的管理平台来确保安全。货运业者他可以申请就是监理服务网的运输业查询的一个权限，就查询他所属驾驶员的就是历史违规记录。实际上这个部分是有在做。根据运安会分析，货运一年发生事故的量是客运业的2倍。公路总局表示，因为列管的货运业有88000多台车，公路客运业是4000多台，比较的标准无同款。目前针对高风险的业者，会做列管甲稽查。也若对运安会建议，会搁建议而且做进一步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条要经过万代、中和、树林地区的捷运路线，要分做2期来做。头一期目前正在开发，第2期却因为要变更，就要提出新的环境报告。今下晡伫环保署进行初审，就有土城国小家长烦恼讲，捷运路线离教室敢若10公尺外尔，噪音恐惊影响到囡仔的受教权。带还咧读1年的后生，甲特别读幼儿园的查某囝，去环保署头前တင်情，土城国小家长陈卡玲大声呼吁，这份万代线2期应该变更路线。啊，若无离隔年的教室只有10.4公尺，将来通车发出的噪音甲震动，会严重冲击囡仔的受教权。试问，是不是我们也要让小孩服用精神药物才能学习呢？我一想到这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小孩要这样的方式来学习吗？土城居民提出地图，指出台北市捷运局所规划万代线2期路线 ，LG11站不止离国小真近，也穿过金城公园、高瓦平梯，这种节地出发的设计根本是照明上面，佫无安全。要全面的严正抗议，并且呢，我们诉求就是要退回环差，坚持原来的原线方案。昨日下晡，环保署做万代线2期工程第3摆环差初审，针对居民关切应分了后的噪音问题，开发单位台北市捷运局表示，经过LG11站边的面梯，会设4公尺悬隔音墙，土城国小会设2.5公尺悬直的隔音墙，两个所在拢170公尺长，形墙甲中央分隔墙会铺设吸音板。预测值都是可以符合陆上运输系统管制标准的。会中环评委员李培芬分享受噪音所苦的经验，呼吁捷运局应该设法改善噪音量，不管是修改路线，或者是增加隔音设备，因为应该让噪音量降低到比管制标准更较低。因为有真济问题，要调查清楚小组主席决议，案件保证才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听歌说分明，除了辉瑞的武汉肺炎疫苗，美国进了另外一间药厂，叫做 Moderna， 伊的疫苗上紧伫10月就会当通过美国 FDA 紧急授权，通好互民众来使用。另外讲到欧洲的部分，德国是希望欧盟上好伫圣诞节进前批准辉瑞疫苗，欧洲的民众伫年底就会当赶紧来做啊。在美国辉瑞药厂生产的疫苗，已经伫美国、英国注射了后，甲辉瑞用同款技术制造的莫德纳疫苗，伫美国 FDA 是由监管局审查3万人的临床试验了后，分析显示，疫苗总体有效率是94%，虽然造成部分接受试验的人感觉注射的部位会痛、感觉痛也是头痛，也毋过无伤大的安全疑虑，所以有希望上紧会伫10月通过紧急授权批准使用。We have a vaccine that is safe, we have a vaccine that is immunogenic, and we have a vaccine that is efficacious. Those are the three big things that we determine in clinical trials. 甲辉瑞疫苗无共的是，莫德纳疫苗的运送甲保存无需要低温70度以下，只要普通的平均温度，所以有希望进行全球的注射计划。因为甲辉瑞药厂做伙研发疫苗的是德国医药公司，所以德国政府嘛敦促欧盟赶紧伫耶诞节之前批准辉瑞疫苗，互德国人会当赶紧注射。EMA 欧盟药品管理局的计划要甲新增会议为20到提早到20月，有讲年底之前有希望注到疫苗。Das auch hergeben, aber man darf da optimistisch sein, eine Zulassung am 23.12. erfolgen kann. Das ist eine gute Nachricht für die ganze Europäische Union, weil wir natürlich sehr zügig anschließend gemeinsam mit dem Unternehmen in die Verteilung kommen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ch sage noch einmal,
只是有一个国家着实施做疫苗，全球所有1/4的人可能要等到2020年才疫苗通知，因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调查，到11月15日为止，后亚国家已经向13间制造商买走将近75亿剂的疫苗，占疫苗生产量的一半以上。平均一个人会当注3剂疫苗。所有40亿的人因为后亚国家的抢买，未来一档甚至是搁较侪档无疫苗通用。公司新闻台是朋友。讲到香港疫情是继续伫咧严重，16宣布讲增加82人确诊，因为确诊病例也已经来到7800例啊。伫香港机场的警务人员也有几多人确诊，甚至警犬也有检出武汉肺炎病毒。另外，伫中国有几个省出现本土病例，中国官方也宣布讲，那阵航空公司飞共一条线路的航班入境了后有检出5个带病入境旅客，这座航班就要先来停飞2礼拜。香港第4波疫情也是一直拖。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机场到15已经有7名警务人员确诊，包含2名领遣员，也有一只机场的警告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不过无任何症状。气候署表示，这警告已经被送往动物拘留所，并且进行检测。而香港16公布新增加82例確診，總確診超過7800例。今日我哋有82宗個案確診啦。咁當中咧就有3個係輸入性個案啦，另外嗰79宗都係本地個案。喺本地個案入邊咧，有35宗咧係揾唔到源頭嘅個案，暫時。張德軍表示，最近確診數也無下降，真歹講是毋是過高峰。進前大埔一個外籍使用人宿舍爆發互相相會感染，2天已經有10人確診。政府宣布全港家庭外籍使用人18開始免費去檢疫中心採檢。另外，中國最省出現本土病例，遼寧省大連市新增加4名本土無症狀感染者，攏是大連港的領導客運搬運工。新增4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港口从事冷链货物搬运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转入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中国疫情搁起来，网友烦恼搁再出现风声。最近境外移入病例内底，苏珊航空一个国际客运航班司机集中隔离期满了后，无特殊隔离7天，也走去参加一个300人的婚宴，了确诊引发争议。中国民航局16发布上新的做法。航空公司共一航线入境核酸检测是阳性旅客有5个，就暂停这个航线营运2礼拜；若是有10个，就暂停4礼拜。杜绝境外移入病例搁再上升。记者综合报道。科学家伫咧南美洲阁有发现新的物种啊，那安尼是毋是互人当作已经绝种的动物食物？这也互人发现到，这代表讲自然生态若照顾好势，对生态永续发展是有绝对帮助。全球上细只的两栖动物之一，小人国4脚，分数长敢若有10米里，还佫有分数顶的色水，甲玻利维亚国旗的色水同款，有红、黄、绿3色的国旗蛇。另外，头壳内落的所在有一个感应的受器，会当家斗掠细型的动物来食，有都会向尾蛇顶顶20外种，真正拢毋捌看过奇妙的生物，拢是非政府组织国际保育科学家团队。2017年3月份的时阵，伫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附近的松哥坑坎考察14天发现的新物种。When we visit places like this in the Andes, we expect to find a certain number of new species. Even more exciting for many of us was the rediscovery of 4 species that were believed to be extinct. 4种去互认为真久以前就已经绝种的物种，伫即届探索的过程当中出现，包括20年前彻底去互破坏了后就消失，规分属乌金乌金，所有红色的大目睭的魔眼4脚，还佫有98年来拢毋捌有人看过一种眼蝶，还佫有文献内底敢若记载过一届127年来头一届去互发现的轮叶双叶果等等。Yo creo que ese es el mensaje principal. Un bosque sano es un bosque que va a tener especies maravillosas como las que hemos encontrado en Songo. Va a tener muchísimas más especies de las que se han registrado 1.700. Pero lo que va a permitir sobre todo es asegurarnos que el valle esté en salud, el valle de Songo. Pero eso es un reflejo de la necesidad de tener una salud en la naturaleza. 生物的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参与探索的科学家表示，松果坑坎内底有真侪虫拖、鸟仔、甲水鸡咧叫的声，还佫有水墙甲溪流的水汽，或者是青池、兰花甲桂类的食物，会当发了佫较旺。加上安第斯山脉真佳的地形，各种的条件打造出适合动物甲食物因生长甲生态的环境。希望发现新物种的好消息，会当互地方政府制定佫较友善甲永续的环保政策。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总统蔡英文将主持塔江南的落船典礼，甚至搁伫 Facebook 顶头表示讲，到2023年年底会当完成6只军舰。本地国军是规划2025年完成3只。国防部长、副部长张德平表示，面对着现处事局势，就要赶紧提升防卫战力。另外，美国表示讲，所谓射击系统已经会当配合台湾啊，对台湾的国力国造有大大的提升。总统蔡英文15主持海军桃江级飞弹巡逻舰塔江南落水典礼，搁伫面写写到2023年底应完成6只。甲国军原本规划时间提前真济，因为海军预算书包记载，原定2025年底完成3只。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16承认，因为敌情升悬，要赶紧提升防卫战力。跟台团那个有做过研讨，他们认为他们的能量是可以做出来的。龙德对。他们可以，那我们的预算可以吗？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哦，全案的预算不会改变。军舰建造时间减少2年，数量各为3只，加做6只，预算为倒位来？国防部强调，专案预算未改变。畅水艦国造进前宣布动工了后，目前又有2项红火装备还未到手。即马传出好消息，美国已经通知台湾所谓射击系统已经得到输出许可。我们上次去台船看的时候，好像那时候还并没有嘛，是，所以昨天已经取得了。对，哇，这真的很重要哈。对，所以说海发中心那个主任啊，邵维阳将军，他其实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努力。对，好，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另外，解放军也继续对台湾文武恐吓16个避避空，派军机进入台湾实弹空袭，和空军广播处理。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军机这个月已经交代14天，将要逐工报道。国军有关掌握因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现处是香港的局势变化是真大，就风声讲陆委会明日要推动修法，修正港澳关系条例第11条，把香港资金认定是外国资金这项规定提掉，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资金假做是香港资金入来到台湾，扰乱着咱的国家安全。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的情势变化真大。根据了解，陆委会明年施政计划会推动修法，修正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31条，要阻挡假港资、真中资渗透入来台湾，影响国安。为防杜此一情形，陆委会已经会同主管机关在实务审查上面比照外资审查，追踪最终受益人是否存在入资的因素，以强化安全管理。那就是披着一个港资的外貌，但事实上它背后确实是有很高比例的中国影响力。港资保护伞拿掉，回复这些企业，其实背后是中资从严审查，这样才是正确的方向。经济民主联合进前就捌几啊届呼吁，要阻挡中资渗透入来台湾。罗中强基地进前南海集团投资双子星案都是标准的假港资。铜锣湾册店的创办人林荣基认为讲，香港即马已经等于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政府应该要对资金的来源有警觉。美国那个国务卿也公开说嘛，李希伟把香港当成是中国一个管制的地方，那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要防止他们过来捣乱台湾的话，应该是这样看。另外嘛，传出政府续落来放令香港优秀毕业生来台湾吃头路的限制，嘛检讨放令香港专业人士来台湾工作居留、甲定居的限制。李明基嘛表示赞成，讲有感受到政府对香港人的支持。目前修法甲放令的标准，相关部会拢讲，还阁伫研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有学生的博士硕士论文去和民间的资料库业者收起了后，好亲像是配合中国的政治审查，那阵论文顶头有国立这2个字，拢爱全部摕掉，讲互咱的这个台湾这2字，也拢爱甲改做是台湾。教部表示讲，学术论文袂当防侵害或者是糟蹋，会要求各大学都要重新检视，那阵有侵犯，挺好停止授权。摕到博士甲硕士的学位，按学位受污法的规定，除非涉及专利甲机密，就授权国家图书馆、甲因大学图书馆、中介或者是公开传输。这几年，袂少大学会让学生家己选择，敢是要同意授权给民间的资料库。是希望能够扩大研究成果的能见度跟影响力。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不管是表面上的
11月份，教育部接到民众的检举，中国的台湾学术本限数据库的网站列出来公立大学无国立这2字，论文内底的国家，咱国拢变作是台湾。资料库网页的名甲商标是和台湾华艺数位网站同款。虽然只是改几个字，可是它是严重会有害我们自己台湾的尊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很强硬的去做这样的表达啦。为了确保学位论文的成果未比人较细汉，或者是违法受到侵害，教育部提出4个措施，要求大学都要随检查，若有相关的情形，都要随要求业者改善，或者是停止授权。学生若发现，嘛当停止授权。未来会拟定定型化的契约，予老师甲学生参考。因若业者敢是有违反两间人民关系条例，会甲相关部会讨论处理的原则。那定型化契约里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提醒事项，比如说如果你被篡改了你不能随便篡改我们篡改或是修正我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去修正里面的内容。华艺发声明回应讲，因应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引进的迄边对资料有无同款的解说，不过对著作的本体并无做修改，而且内容拢是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并无改正授权原始的内容。若著作权人无希望伊的著作伫外国推广，代理商就袂予这个著作伫特定的市场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儿童福利联盟针对12岁以下的囡仔有设一支艾奥维亚囡仔的专线，社工表示讲，每个月大约拢有200-300通的电话卡来，囡仔的心情也真正需要大人来了解甲关心。人讲囡仔人应该是上届无忧无愁，不过敢真正安尼？就是考试有时候考太烂会被骂，难免有一些不想让爸妈知道的，应该可能会选择性吧。有的囡仔确实有烦恼，不过无一定会参爸母讲。儿童福利联盟就针对囡仔设立一支咨询专线，互因嘛有小透压力的管道。艾维亚小朋友电话，你好，我是10号值日生。社工也是受过训练的志工，特定时间甲囡仔伫线顶来开讲。座位顶悬嘛有真实用表，互因参考，要安怎参囡仔来对话，了解因的想法。照因统计，囡仔烦恼的代志，功课困扰占上侪，过来是人际关系甲家己的心情，尤其愈晚考试，卡来人愈侪。考试前后，他们可能会很紧张，就是怕考出来的不会写，那或是考试完了，然后发现自己很粗心，然后就是很懊悔，很后悔自己怎么没有好好的检查，那或者是自己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符合大人或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期待。社工讲，照因拄到的卡来囡仔小学生较侪，1年到6年拢有。这支08000003-123的艾奥维亚专线已经设19档，对拜1到拜5下晡4点半到7点半拢有专人服务。社工人员讲，每个月大约有200至300通的电话，看起来其实囡仔嘛甲大人同款，需要关心甲体谅。记者陈嘉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今年台北101过年的烟火，用互爱染调世界，互希望点到未来做主题，开2500万放5分钟的烟火，希望甲受到疫情吞大的2020年，对着火星烟消云散。台北101公布今年新历过年烟火模拟动画，而且民众对每一个角度都会当欣赏到101的烟火。今年用爱做主题，对12月24开始到31。逐天暗时6点过后，拢10点钟拢会有灯光秀。讲到歌手阿妹新历过年要去到台东举办演唱会，那当地饭店拢放订满，连诈骗集团也来倒参落去，是因为有诈骗集团借着当地假做是当地民俗，甲人客先要求讲着爱收定金，民众甲钱汇过去了后，找无店家，才知影讲家己去用骗去啊。剩半个月，台东县跨年的张惠妹演唱会就要伫台东市滨海公园举行，按算会吸6万人。台东县拢订无房间，即马有人利用抑个空房名机，都用其他民俗图片成立一间叫做欢乐时光民俗网站，提供订房，抑个爱先付3万外的定金，各个民众付钱了就失联，甚至查无地址，经过台东县政府甲警方查证，确认是诈骗。这件案子之后，我们有去查对，确实是没有这家民宿的登记资料。
该网站提供的汇款账户不但一直更换，甚至被害人在汇款之后失联。这间诈骗的网站设计，经过用网络以图找图，发现是导向宜兰一间民俗图片。民俗业者知影了后，已经甲网页设计公司要提出侵权告诉。台东县民俗协会也呼吁民众，定民俗有真济管道应查，查清楚才决定。我们跟官网那边制作公司有讨论的结果，他是说他们那边会帮我们处理后续的问题。这样，公安局的旅宿网呢，会把所有全省呢合法旅宿都会登录在里面，那从里面去搜索，绝对就没有问题。台东县民俗协会表示，全台东有1000多间民宿，元旦跨年已经订满，所以起还佫有存在的订房，呼吁民众爱细致查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五，高雄茶山发生民众去互流弹击着意外。经过对查比对，有可能是东港伫茶山海峡演习的海军陆战队 M8快艇顶头的机枪。高雄地检署表示，受伤的民众已经对军方提起过失伤害告诉。爬山的人看起来真艰苦，坐伫涂骹，骹目顶悬拢是血。伊怎样嘛想袂到，伊甲朋友伫咧茶山四张前附近休困的时阵，会去互枪支弹着。早起高雄茶山发生流弹伤人的意外，原本军警照现场捡到的50支枪枪支的弹头，估计是茶山山骹海军陆战队爬场射击训的时阵拍出来，毋过上新的结果出来啊。当天确实有海上演练，是一个507枪海上射击科目演练。那经过警方到现场比对，也是以海面射击的角度较为吻合，但是此部分仍有待进一步的弹道比对才能够厘清。原本就是枪支是对案发地点超0.85公里，海军陆战队伫咧茶山山骹爬场，毋过后续军警调查，东港在伊爬场并无使用50支枪的枪支，颠倒是搁较远的海军陆战队伫咧茶山海七哨早起的演习的时阵有使用这个枪，那就是因为海面的风影伤大等等的因素。地属官兵伫咧海上的M8快艇操作50支枪的时阵，拍角度伤悬，弹道的抛物线下过茶山的山区，拍到2公里外66岁姓陈的查甫人。被害人的部分，在我们展开调查后，他在警察局制作笔录时，也正式提出了过失伤害的告诉。高雄地检署表示，一切原应该等待调查结果。若是这个案件属于告诉内律，姓陈的查甫人已经对军方提告过失伤害。若是军方有过失的责任，可能会进一步提起国赔。海军陆战队是表示，尊重检警调查的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对去年10月到今，台北市已经发生超过2300件外送员的交通意外，等于是一天就5.4件意外伫咧发生。就市机关提出讲，爱甲外送员的意外险有关金额，也呼吁主管机关就要来想办法来降低交通意外发生。骑机车人，无论是风台落雨也爱骑，外送人员也是同款。不过，随着美式外送平台流行，外送人员车祸死伤意外也未少。外送人员出面讲，因为送物件时阵会有真着急的提示音，大声一直播送，除了造成因心情紧张，时间压力之下，车速也加紧。可能在店家等餐，他餐还没好，系统也会跳这个声音出来。他就会一直跳，要问你说店家还要多久？可能你也会赶时间，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比较担心说在路上会发生任何事故，因为主要车速比较快。根据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外送平台外送员的交通事故，近半年来每个月拢超过150件。11月也阁有216件，也就是讲平均每天至少有5.4件意外发生。其中各区大安区是常常发生车祸的热门地段，所以有机关呼吁，将外送人员原来意外保险为200万提悬到300万。我们可以在明年度开始，这个跟业者以及外送员的座谈会当中，我们会再来提出，业者应该给我们的外送伙伴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空间了。另外，台北市进行通过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将这业者替外送人员投保意外险这保障。议员这边为咗业者想要闪避条文，将公司搬离台北。所以也呼吁由中央来制定外送人员的相关制度，才能打破地域限制，保障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最近因为观光发展，按一寡大型的路灯的光线也会成一寡通拖过去，颠倒害因死亡。清大的研究团队就利用物理技术代替传统的 LED 光线，才让部落的生态渐渐恢复。司马库斯部落因为所在偏远，一直到1979年才有电通用，捌互人称作是乌色部落。后来因为观光发展，有电啊，煞嘛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台电进来了以后，设置了好多大型的路灯，它会引诱好多的锹形虫，那么也引诱好多很漂亮各种各类的蝴蝶。观光客越来越多进来了以后，锹形虫都被捡走，那漂亮的蝴蝶也都被捡走，传统的那个星空，漂亮的那个夜景，星星慢慢的不见了。后来部落家己发起制作适合在地环境的路灯，是要减少生态冲击。不过电火球的光源也是会起因通拖，一直到清华大学教授研发出 OLED 电火，才解决问题。灯具可以配合部落的这个灯罩，然后晚上我们把它点亮的那一刻，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太亮、太蓝的那个灯泡也一样产生同样的伤害，所以那个时候心里在想说怎么办？所以我从13年前就开始不断在思考怎么办，能不能发明一个光源，对夜空不会有伤害，对生态不会有伤害。285趴亲像辉瑞的电火球，已经踮去年送来部落，目前拢已经装好势。即马无论是山顶的小路，还是居民大的厝附近，拢看得到。那好处就是说，低头可以看到夕阳余晖，抬头还可以看到星际银河，然后再也看不到这个所谓飞蛾啦，这个其他的什么像很棒的锹形虫呢，就跑到灯光底下，就是整个生态就被保护住了。这项技术在部落应用，今年得到台湾光环境奖的特别奖。教授把期待透过这项技术，让社会大众对友善光环境更加重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家己铺子的配水塔，也互人叫做铺子水塔，或者是水道头，是日本时代为着要改善食水卫生才起的。甲当前也列做是关键古迹，不过因为拢无好好管理，在地文书工作者也希望相关单位着要重视，要互铺子的重要景观地标一直放入远。草啊发甲满满时，水塔四口位啊，嘛因为石头啊可能会落落来，禁止民众挖金。这座35公尺高的铺子水塔，伫2014年互指定做县定古迹，但是因为无好好管理，即马就安尼趴横伫遐。本来预设要做水的意象的一些那个水池啦，或者那个景观，都可以把它做出来，这样子会更符合它的使用目的。铺子的水塔是铺子重要的精神指标，如果那个荒废闲置的话，当然对铺子是一大损失。他现在这样有一点算是没有在管理，有点可惜，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再多一点运用，就是增加一点亲子建设的公共设施啊之类的，可以让更多人去接触这个东西。这样。铺子伫1933年，因为要改善当地用水的卫生，所以才起这座铺子水塔。目前管理单位是自来水公司，因嘛表示水塔是古迹，已经有送修正的计划到文化部，只要计划通过，就会赶紧来征收。旁边的这个水稻头园区，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串联，例如说可以让这个意象更，就是让它再贴近一点点，就是不要只是一个水塔在旁边，然后一个园区，就好像两个是分开。水塔的边啊，阁有家己关建设处移交予铺子市公所的装置艺术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目前暂时无开放。铺子市公所表示，会随时来进行环境的整理，但是因为经费无够，目前无法度做啥物改变。未来希望会用甲县政府协调，重新思考整体空间的规划。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讲到苗栗大湖的草莓也当要大出啦，不过伫咧附近的南湖溪顶头却生一堆水蒲羊，造成农民要抽水无方便。乡公所也表示讲，已经请求水利署第2河川局来斗3工，甲一寡水蒲羊全部清掉。
水面铺真侪绿色的食物，是原来种的水生食物水蒲蓉。苗栗县大湖乡的南湖溪最近3个月水蒲蓉大量生炭，至少4-5公里。不止危害河川生态，即马真可能影响农民生活。目前农民想要顺利抽水，更能靠人力先清理一些底下清气的所在。我们本身上面没有水源，就必须要靠这河川的水。抽水马达里面，它的根系会抽到，会阻塞。所以就水抽不上去，对不对？对，怕造成马达烧掉这样子。以后怕什么7月份啊、18月份做水闸的时候，这也会有阻挡到。农民表示，规大湖的草木差不多种450公顷，即马是草木的生长期，真侪农民以莫大抽南湖溪水来灌溉，即马真侪水蒲蓉嵌伫溪水，水管可能被卡掉咧，无法度顺利抽水，抽水莫大也可能受害去，灌溉是真受到影响。尤其现在草莓正在生长期，不能说没有水，所以我们请说水保局的长官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苗栗县政府环保局表示，苗栗地区今年较无雨水，溪水流动性无悬，水中劣质、淡磷物质提供水蒲蓉有利的生长环境，所以生态真济。目前大湖乡公所已经向水利署第2河川局求助，协助清除水蒲蓉。另外，也争取水保局协助清理野溪部分的水蒲蓉，望用斩草除根。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内行的看布底，外行的是对人买。伫婚林土库，就请专业讲师来导览，带民众行过街头巷尾，互旅客变做是住伫巷仔内的内行人。听讲师讲正趣味的文史故事。这站大家到已经有100多栋历史的土库福德宫，民众伫咧庙内找岁月流来痕迹。一寡知识吼，这其实伫学校学袂到啦。啊，就讲趁这时间来，大家出来吼，了解到咱较早先人因的人安尼寄付吼，啊，才有法度得到一下保庇咱大家村民安尼平安健康啦。我对田野调查有小可兴趣，因为我本身嘛是伫庄脚大汉的囡仔，我的故乡较无迄种意识，讲咱对于咱故乡的文物爱去了解。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地方的历史定定会得到一寡许多人登记了而消失，所以在地青龙特别办一系列的土库微旅行，也邀请地方的文史讲师带民众到地方行踏，借此培养导览也个文史记录的人才。文史保留了，咱较会知影讲咱过去有咱过去迄种所发生的代志啦。这我感觉讲安尼，只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啊，安尼较有一个自信，有伊的信仰宣这样看。吼，迄个一种自信甲光荣感，吼，咱了解了，咱就较有自信。伫土库镇内面的巷仔人内面人，高结合宗教面向甲美食，会当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土库的历史文化甲人文风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8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个时间，咱再会。